后来继续来看回答。 伫亚洲的总部可能会设立喺台湾，这嘛引发到国内人工智慧 AI 产业的热潮。讲即马有真侪学生拢是选理工的科系做第一志愿，大学的课程只要甲 AI 产业有相关，都热泼泼。讲这甲即几档黄仁勋所带动的科技风潮有绝对的关系。另外，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，这企业上爱用的大学前10名。 有一半以上拢是理工的类型。当回答的总部有可能伫台湾领航 AI 浪潮的回答，敢卖带动台湾的大学辉煌停单。依照人力银行的调查，企业依照员工的表现上爱大学排行榜前10强，成大、台大、台科大、阳明高大、清大、政大、北科大、中央、淡江甲辅仁大学前10大一半以上拢是理工为主的大学。科技学生嘛是介意科技产业。医学呢，我们面对是未来的医学，所以我们不再训练传统的医生，我们希望工程去解决医学的问题。医生有创业家精神，把新的科技放在医生的身上，所以我们面对未来去创造未来人才，解决 future problem。这是我们现在我们为什么？我相信那个企业喜欢我们的原因在这里。哎呀，现在要做翻译，现在已经不用翻译了嘛，好像按一下 Google 就可以把它。但是其实翻译是不只是文字上面，而且还是文化。 文科带头的政大毛在内，可见 AI 产业的版图，文科的学生嘛当占有一席之地。进入到中文系来讲，可是我现在在让我们的同学做作业的时候，我其实都运用 AI， 所以中文系的学生将来如果他出去教学，运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，Why not？ 调查发现，企业肯定新人所带来竞争力，比较较未放心是抗压力。现在的学生可能抗压力比较不足，这一点呢，也是企业主人资最担心的一点。欲戴王冠必胜其中，才会当出色又出众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